左の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 Wins。要个別意外と今までしたことなくて、初めてじゃない？なかなかいつもこうホテルの中で、ね、こう出れないことが多いんですけど、今回はまあ普段から健三君と仲いいので、まあ、行こうよみたいな話になってちょっとホテルを出て僕たちが今まで誘っても出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健三君とは言ってました。说就是他，因为他跟打炮的 Kenzo 他感情两个感情很好，然后所以就是 Kenzo 昨天就是揪他一起说，那我们就是出去走走好了。然后因为其实 Wins 每次来都会被歌迷包围，被歌迷包围。那他说其实这一次其实他第一次很平静的走在台北的街上，而且也没有特别买什么，就是走走逛逛看看，然后觉得很开心，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走。然后另外两位就是说，他们每次其实都有揪梁平说要不要一起出去走走，然后梁平就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去，然后那个 Kenzo 一揪他就去了，所以就是有点小抱怨这样。寂しいな。好寂寞，个性最差。然後1、2、3，じゃあ1。あ、指さすってこと？指さすの？1、2、3で指さす。これが性格が悪い。いないこれが原因で揉めたらちょっと責任取ってください。他说如果因为这样他们就吵架，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いいよ。せーのね、3、2、1。俺が一番嫌なやつじゃねえかそれ。ねえ、俺がそうなんだよ其实啊，他们七开跟梁平都想说我们不要等别人，然后所以我们都自己就好，就没想到有人支持。然后大家就觉得那个人应该有点。なんかやっぱりちょっと厳しいところがあって、やっぱ圭太君のプロ意識というか、他说，因为他觉得为什么会只亲他，因为他性格悪いっていう意味じゃなくて厳しい。其实有很，他其实不算个性差，可是因为他就是有很严格的地方。お父さんみたいに打ち込んで。そう。对，因为就像那个容易就像爸爸一样这样看着他啦，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他比较在这个部分可能比较不好一点。那聊他们三位就是谁的偶像包袱最重？よ。せーの。リチ君がすごくタイプの女性を見るとちょっと斜めにこういう感じで格好つけてるんです。他说如果他看到他喜欢的，就是那种喜欢的菜人类型的话，就会耍帅，就是